他们这些人啊，真可恶，竟敢这样对我！我要告诉皇上，把他们充军、砍头、临时处死。事情过去了，别再提他了。哥哥，你瘦了，也好像长大许多。是啊，我已经是个大人了。哥哥，你明天还是跟张知县先回苏州吧，曹大人很担心你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啊？哥哥，你不是听到了吗？我要在这里唱10天10夜的大戏呀。10天10夜的大戏，回苏州唱不是更好吗？我去跟张知县说。虎丘戏场还没开场，苏州不让唱。那我就跟曹大人、马知府说，让虎丘戏场开场。哥哥，你就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其实戏班在哪儿唱戏不都一样吗？只要能进京就好。那我就留在这儿，哪儿都不去。苏州不回去，京城也不回去。哥哥，你别小孩子气了，曹大人为你担心呢。你都不回苏州，反正我哪儿都不想去。他们迟早会把我送回京城去的。我会去京城看你的。他们都还好吗？乔吉跟王姬都长大了，我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对付过去。怎么对付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啊，他们暂时离开戏班了。离开戏班到哪里去啊？回家去了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真的挺想他们的。我相信不久他们就会回来，他们也很想念格格。那这样的话，戏班不是缺人了吗？那10天10夜的大戏，我跟你一块唱啊。格格，你在这里，谁不知道你是格格？怎么可以上台呢？不行不行，我不管我什么格格的身份，我就知道我叫龙金来。你是不是嫌我唱的不好啊？哼，你都成为戏班的台柱龙金来了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是唱戏的材料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唱啊？你不愿意吗？我愿意，不过听曹大人说过了，太后催了你好几次回去，你老是拖延在外逗留也不是办法。再说曹大人也不会让你留下来。你就是拿曹大人当挡箭牌，我才不会管他呢。哼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要跟湘君姐姐一起唱。哎呀，这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就一样啊！我知道，湘君姐姐比我长得漂亮，唱得比我好。哎呦，哥哥，我……你心里面就是那么认为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其实湘君姐姐也是很挂念你，要不是我阻拦她，她3番2次要来找你。我也很想她，她还好吗？还好，用不了多久啊，你就能见到她了。哥哥，下官呢已经把船备好了，今天就送你回苏州。谁说让你送啊？总之，我是不会回苏州的。哎，哥哥，下官已经派人告诉曹大人了，说你今天就回去。曹大人现在一定非常着急呀。那你再派人报告他呀。他要是等不到我，自然会找到这儿来的。那倒是，那倒是。哎，哥哥，那要是曹大人呢赶不过来，要下官送你回去，下官你可就得亲自送你回去了，最好直接把你送到京城去。我现在呀是哪儿都不去，要走呢，等唱完10天10夜的大戏之后再走。回去之后呢，见到湘君姑娘，就立刻叫她把戏班的人带到武进城，还有去一趟红春楼，见到林五娘，跟她说哥哥已经找到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师傅。曹大人那边虽然张知县已经派人通知了，但是你还是替师傅跑一趟，告诉他一声。师傅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您的吩咐去做。那我先走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去看看乔吉、王姬，师傅很担心他们。师傅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戏班不好好唱戏，还拐带人口，你们可知罪？知县大人饶命啊！我们是想好好唱戏，没想要拐带的朝廷侵犯呐。朝廷侵犯？
谁是朝廷钦犯？龙金来啊，他是朝廷钦犯。还有那李渔，他是从苏州大牢里逃出来的，他们俩是一伙的。小人可真的不知情啊！胡说！啊，什么朝廷钦犯？他是格格，是公主。他真的是格格。那我死定了。格格，我还是先送你回苏州吧。要回你自己回啊！我要在这儿陪我师傅的。格格，你可是公主之尊呢，你怎么能够委屈陪鲤鱼呢？他是我师傅呀，我当然要陪他了。行，当然行了。哎，对了，戏班那些人，你放了人家？他们绑架格格，理应严惩啊，那是不能放的。要是皇上那边追究下来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他们哪有绑架我啊？你放了人家。皇上要是追究呢，我会说清楚的。好。哦，李班主，哎，他们这些人恐怕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酒菜呢。班主为什么要请他们呢？在下对他们有所求，当然要请他们吃一顿好酒好菜了。哎呀，救命！饶命，哥哥！饶命啊，哥哥！饶命啊！快点起来啊！吃了这顿饭再说啊！我不要，吃了这顿饭，我们就该上路了。哥哥，你就大人大量，饶了我们的性命吧！哥哥，饶命！起来吧，这顿饭是我李渔请的。你是李班主？李班主请我们的？李班主，你为什么要请我们？张知县已经放了你们，所以我给你们压压惊啊。真的啊？哥哥是真的。要不是格格求情，能放了你们吗？好啦，起来吧，这样真的很烦人呢。哎呦，格格大恩，没齿难忘啊！是的，哥哥，谢谢哥哥。哎，大家请用啊！李班主，要是哪天我们能像你们那样上京城唱戏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只要好好的唱，总是有机会的嘛。老实跟你们说吧，今天呢有2个目的，第一呢是给你们压压惊，第二是问问你们今后有何打算。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格格大人大量，不怕我们死罪，我们已经是心满意足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走邻过户，唱到哪儿算哪儿，混个肚子半饱就足够了。是这样的，我的戏班大概要4、5天才能从苏州赶过来。我让武进知县呢定了10天10夜的大戏，我想就由你们先唱起来，怎么样？我们有我和李班主在，你们怕什么？以前那么敢唱，那现在更加敢唱了。是啊，如果你们唱得好啊，将来就可以留在武进唱了，也就不用四处漂泊了。李班主，你不但救了我们的性命，还为我们今后做打算。李班主，你可真是我们大家的再生父母啊！此恩此德，何以为报？请受我们一拜。哎呀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大家都是梨园中人，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嘛。好了，大家赶快吃吧，吃完了准备开工啊。苏老板，李三兄弟，你回来了。李老板呢？师傅他有点事儿，他叫我先回来。哦，这回收了多少定金啊？哎呀，这定金呢，师傅叫我来交给你的，让我看看啊。这以后呢，我们戏班还要在这儿住，这里是50两，您先收着啊。哎呦，用不了这么多呀。这还有吴道长的膳食费也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李老板真是个好心人啊。不过这吴道长呢，的确欠下了不少银两。对呀，所以呢，这以后啊，你要记住了，戏班的伙食呢一定要好，最主要呢是给湘君姑娘换个上好的房间，还有呢，新床新被一定要准备好啊。好，一定。哎，好。李三回来了，湘君姐姐。你师傅呢？师傅叫我先回来接戏班，因为他在武进县接了10天10夜的大戏啊。啊？怎么会突然就接了10天10夜的戏呢？我们找到格格了。真的？啊，那武进知县答应过，只要找到格格，就让我们在武进唱10天10夜的大戏。你怎么找到他的？哎呦，湘君姐，你肯定猜不出来，他在一个草台戏班子唱戏，还上师傅教他的比目鱼，还挂个头牌花旦，叫什么龙精来。这个格格永远都出人意料的。
那他回苏州了吗？他跟师傅在武进，他不肯回来啊。啊，那你师傅又可以教他唱戏了啊！师傅还告诉我，让你别担心，也别让大家担心。那我们明天走吧。明天就走啊？这行头和道具，这找船、装船，最迟也要到后天才能走啊。可是10天10夜的戏，总是越早去越好吧？你把老夫的帖子送到苏州客栈。明天的宴席，你要想办法把李香君请到。这个李香君，他倒蛮有性格的，他至少不像表面上那样文文弱弱，下官未必请得动他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一定能把李香君给请来。谁啊？红春楼的林武娘。李姑娘，哎，舞娘，快坐。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哎，我听说格格找到了。是呀，他被抢留在草台戏班子唱戏了，还是我救他出来的呢。啊，那他回苏州了吗？他呀，还在武进城，他不肯回苏州。哎呀，这个格格也不回苏州，我得抽个空啊，到武进看他去。舞娘，明天我们戏班就要去武进，一块儿去吧。什么？戏班要去武进呢？对啊，李姑娘也去。当然了。哎呀，不好了。舞娘，怎么了？哎，这是洪承畴请你去喝酒的请帖。我不想去。李姑娘，我知道这可能是鸿门宴，我也知道洪承畴也许对你不怀好意，但你还是要去的，因为洪承畴这个人咱们得罪不起。我已经得罪他了。你没有得罪他，因为洪承畴他还处处迁就你，这说明李姑娘并没有使他十分难堪呢。你还是再去应付一次吧。应付他？我一直都在应付他，是他得寸进尺，步步逼近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他想对我怎么样，由他好了，我不怕他。你是不怕他，可是，李姑娘，你想过没有？洪承畴对苏州城发生的事情，并不是不知道。新班弟子狄氏兄弟，还有陈三哥、郑雪阳，他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舞娘，我们不要对他再存有什么幻想了。他这样的人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的，不能再这样受他要挟了。李姑娘，你说的对，但是你去应付他，并不是为了你一个人，而是为了大家，为了戏班呢。有一天，大家都会感谢你的。明天我就带戏班离开苏州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认为你不去明天晚上这个宴会，你会走得了吗？不要说你了，就是连戏班的人也走不了啊。你答应了洪承畴，兴许明天还走得了。李姑娘，你就放心去吧，因为还会有我这个樊哙来救你这个刘邦。请帖是我送的，我当然要为你承担。听马知府说，洪承畴还请了李钦差、尔都统、曹大人他们，并非只有你一个人。洪承畴在骗人。我也知道洪承畴是在骗人，但是既然马知府这样说了，这些人就要请到。其实在我来之前，我就想好了一个办法。送给你的请帖，我叫人仿做了一些，待会儿我就叫人给曹大人送去。别人可以不到，但是曹大人一定要来。对于洪承畴这样的人，我们只有小心周旋了。曹大人，这格格在我们那儿吃得好，住得好，请曹大人您放心。哎，为什么不把他直接送回来呢？哎，下官本来是要亲自送他回来的，可是这格格呢，他说什么都不肯回府啊。哦，看来他是想从你们这儿直接回京城。哎，不行，我明天赶到武进去，把他接到苏州来，然后我亲自送他回京城。
格格现在也不是急着要回京城。你们那个武进就那么好吗？哎呀，他呀想在那儿唱戏啊！这唱戏？是啊，这格格在武进丹阳一带已经很出名了，谁都知道有个知名花旦叫龙金来。哎呦，难怪他不肯离开。哎呀，不过他唱戏呀，是闹着玩的啊。哎，他的身份有没有暴露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，让他玩几天吧。反正他在南方也待不了几天了。曹大人啊，您何时启程到武进？下官好为您做些准备。明天就去。哦，曹大人，您这次到武进啊，一定要多住上几天，好好看看武进的风景名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为了庆贺找到格格，下官已经定下了鲤鱼班唱10天10夜的大戏，到时候呢，请曹大人与民同乐。哎，鲤鱼戏班怎么跑到武进去了？是啊，而且是这鲤鱼亲自来定戏的。什么？鲤鱼在武进？是啊，说起来，在找格格这件事情上，鲤鱼也是有些功劳的。他的徒弟啊，为此还被人打伤了呢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张知县，你即刻启程回武进去，啊！你回去以后给我好好照看格格，啊！那个鲤鱼呢，你当然要奉为上客了，但是不要让他们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对了，你那10天10夜的大戏，我还是要看的。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下官告辞了，曹大人，下官在武进恭候。告辞了。告辞。曹大人。哦，怎么是你啊？恭喜呀！哎呀，恭喜曹大人找到格格。啊，你也听说了啊？哎呀，这块石头啊，总算是落地了。可是现在格格还在武进呢，只有把她送回京城，这才叫放心呐。啊，哎，里面请。好。其实啊，五娘心里也一直惦记着格格。走。哎，既然格格一时不肯回来，不如过2日我抽个空到武进看看格格就是了。哦，明日我就去武进，要是五娘想去的话，不妨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曹大人明天就要去武进呢。是啊，要不是实在是事务缠身的话，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去呀。曹大人啊，恐怕您明天去不得了。哦，为什么去不得啊？洪承畴明天晚上要请曹大人赴宴。洪承畴请我吃饭？哎呀，我看我就不去了吧。哎，洪承畴请我吃饭，怎么让你来送帖子？还不是马知府让我到这儿来跑一趟的。哦，我看免了吧。恐怕曹大人明天晚上还是得去一趟。为什么呢？曹大人，跟你明说了吧，这顿饭其实是洪承畴请李香君的，李姑娘不肯去，是我说服她去的。哎呀，怎么能让她去呢？洪承畴啊，他是不怀好意，你这不是让李姑娘自投罗网吗？李姑娘要是驳了洪承畴的面子，让他下不了台，洪承畴会对他恨之入骨。李姑娘不得不去啊。洪承畴有什么可怕的啊？告诉李姑娘，如果洪承畴敢难为她，让她来找我。有曹大人这么一句话，李姑娘一定感激不尽。但是，明天这顿饭您还是要去吃。曹大人要是不忍心看着李姑娘挨欺负，您就去给她壮壮胆子。哎呀，格格还在武进，明天呢，我还要急着去找格格呢。其实这也是为了格格。哎，这话怎么说？这吃不吃饭，跟格格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有关系。曹大人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格格和李鱼现在都在武进。您说，香君姑娘如果知道了，她心里能不急吗？李姑娘的这颗心在李班主身上，而李班主呢，又是最惦记李姑娘的。哎呀，
那就叫他明天一早跟我到武进去，还吃什么饭呢？您想，如果李姑娘今天晚上不去吃这顿饭，她明天一早走得了吗？曹喜回来了，我饶不了他。醇亲王，曹喜和龙格格的生身父亲是生死之交，对格格也负有监护之责。龙格格现在总还没有过门吧？他在江南，大概觉得什么都新鲜，闹着玩的。你又何必认真呢？啊？有曹喜他们看着他，其实你们就可以放心了。我思量着，格格是咱们满人家的女孩，不见得到江南玩玩就飞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咱们满人做了官以后啊，就学起汉人那一套来了？什么三纲五常、贞节烈妇啊！哎呦，生怕女孩一出门就被别人抢了去似的。三贝勒，你今儿个让她到江南去玩够了，说不定她反而对你心存感激，这日后啊，一颗心都扑在你身上了。哎，奶妈这话说得好，有见识。哎呀，要是玩，也是我陪她去江南玩啊。好，去吧去吧，顺便把格格接回来。奶妈的话还是有道理的。我们满人家的女儿天生就一副野性子，等过了门就没有机会疯玩了。那龙哥哥，我要疯到什么时候？等野过这阵子啊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三贝勒，你不是要去江南吗？待到圣旨，可叫曹喜他们一块把格格送回来。太后圣明，有太后您这道旨意啊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现在是皇上亲政，这道旨该由皇上来下。谢谢太后。啊，醇亲王，莫非你也想去江南？是啊，是啊，太后，我想您不会不答应吧？好，那你也去请旨吧。要是皇上准了，在走之前就来回个话，哀家有事要嘱咐。我谢太后，我这就去请旨去。走。醇亲王，你年纪也大了，旅途劳累，你经得住辛苦吗？皇上，这事儿您还是准了吧？臣虽年迈，但是这次有三贝勒陪伴左右，不会有什么大碍的。再说了，江南那么好的地方啊，已经成了我们大清的国土了。咱们八旗父老子弟谁不高兴啊？又有谁不愿意亲身去转一转、看一看呢？醇亲王用心良苦，其情可嘉，朕就准了你吧。不过你要多带些人手去，这次你去江南可是重任在肩。朕听李森先说，上次火烧苏州府衙一案，幕后主使还没找到，朕怕他夹在中间，难有作为啊。皇上放心，臣一定尽力查办苏州书生围困府衙案。好，不过三贝勒行为鲁莽，龙格格又没有找到，朕还真是怕他把你这个爹给弄丢了呢。皇上，上次到江南就我一个人去，没有丢谁呀。是啊，三贝勒去了江南，可你去江南干什么？接龙格格进宫？龙格格呢？你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？要不是上次我心太急，被那个李煜给骗了，我准能把格格接回来。所谓吃一堑长一智，你要是再不吸取教训，以后苦的可有你吃的。好吧，朕就准你们父子俩一同前往江南。哦，对了，除随从之外，你们最好多带一个江南的官员，最好是江浙一带人士陪你们一块儿去。还是皇上想的周详啊。你们快去快回吧，早点把龙格格接回宫，不要太多责备了。这么多些日子，朕有点想他了。皇上就是不相信我。上次要不是因为那个李煜拿小皮囊骗我早就把格格带回来了。所以说嘛，出门在外，外人的话不能轻易相信。哎呀，还是皇上说的对呀，咱们是得找几个人陪着咱们去啊。江南现在是我们大清的江山，
去到哪儿都不用怕。阿玛，有我陪着您，您就放心吧。哎，我想到一个人，来，快！郑典旗啊，本王听说你要告老还乡，有这事儿吗？是啊，下官年已老迈，已无力胜任现在的职位，想早点辞官告老还乡。可是不准啊！不准？谁不准呢？下官已多次提请辞官，谁不准我也不知道。听洪承畴大人说，是皇上不准。啊？皇上不准你？你一个小小的掌库，皇上才不管呢。哦，一准啊，是让洪承畴把你给骗了。骗不骗？下官怎能知道？可是皇上不批准，也走不了啊！哎，郑典旗啊，本王有趟差事。这趟差事你要是干好了呀，按照你们汉人说的话嘛，就是荣归故里，颐养天年。纯亲王，什么差事啊？随本王到江南转一圈儿。去江南？还是把殿下给我吧。太后，让奴婢再抱殿下一会儿吧，好吗？太后，纯亲王他们来了。叩见太后。起来吧，免了。谢太后。太后，皇上已经应允了，您老人家是不是还有话要吩咐啊？纯亲王，奶妈这次跟你们一块儿去，哀家的意思是让她去江南和夫君团聚团聚。这一路上你们可要好好照顾她。那是当然，当然。三贝勒，此次龙格格虽然是曹玺带着离京的，但也是哀家和皇上的意思。你们这次去，千万不要责怪他了。啊，太后说的是，太后说的是。纯亲王、三贝勒，这一路上要靠你们多照顾了。哎，哪儿的话，甭客气，自己人嘛。说起吩咐，哀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哎，太后您的事儿再小，那也是大事儿。吴三桂封了平西王，要谢恩，说是在苏州办了一个姑苏剧社，是天下第一戏班子，要到京城来给哀家祝寿。哦，这吴三桂在云贵刚刚站住脚跟儿，诸事繁忙，能在这个时候想起太后您来，可见是个有心的人呐。唉，现在事情就难办了。曹玺是一片孝心，也给哀家请了一个叫李渔的戏班子，号称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戏班，给哀家祝寿。可这两个戏班子在一起啊，我不知道该选哪个了，真是让哀家为难了。幸好李森先钦差上了一道密折，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是不是两个都好，两个都请来啊？李森先说了，这两个戏班子都在苏州，就让他们斗一斗戏，看看哪个好就用哪个。但是呢，哀家现在正好是在犯愁，这正合了哀家的意思。大清国根基未稳，为我祝寿有一个戏班也就够了。太后，我们对江南戏文懂得不多，恐怕不就是看戏吗？好看就是好戏。其实哀家过生日啊，就是图个喜庆，图个热闹，让大家都乐一乐也就值了，懂吗？懂了。洪承畴自认为自己是个赏家，我就不相信他的眼光会比哀家的好。纯亲王，你就大胆去帮哀家选一个戏班子，没必要相信洪承畴的眼光。他认为好的，哀家觉得不一定是好的。太后圣命，我们牢记太后您的话。洪承畴说好的，那并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哎，走了。小心点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老板。
哎，你们要是回来的话，还住在我这儿。这段时间承蒙您关照，下回一定再来。快点快点！好好好好，哎，一路上多小心呐。仙君姐姐，自从打乔王二姬离开我们以后，就再没见过他们，师傅还叫我想办法去看看他们呢。这云林园又不是什么大牢，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他们。明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苏州了，他们要找不到我们，这恐怕以后真的见不到他们了。你不要太难过了，晚上你跟我一块去留园，去见洪承畴。我不去。可是洪承畴现在已经派人来监视我，监视戏班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是不去的话，就走不了了。那，你不是想见王姬和乔姬的吗？他们两个也在？当然在了。真的？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大家都离开苏州。我们到留园以后，狄父和狄贵就会把戏班所有的人还有行头都送到许书关的码头。这么远啊？没有办法，苏州码头可能有洪承畴的人呢。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还要带上乔姬和王姬一块走呢。乔姬、王姬，准备好了吗？咱们该出门了。就好啦。哎，你说我今天穿的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看我这条项链配这套衣服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好，好，哎呀，这才像是我姑苏剧社的人嘛。请，李大人，尔都统。不一起进去喝杯酒？我就不去了，我还要四处再看一看，说不定会有人来捣乱。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啊，请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不能进去。哎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他是跟我一起来的，让他进去吧。不行，洪大人吩咐了，只有李姑娘一个人。李姑娘，尔都统，你们请我来赴宴，又不让我们进去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李姑娘，请。哎，李三儿，你可以进去，但是只能在侧房用餐。呸！你什么东西？我还真不想进去呢。不是，香君姐，我在外边等你啊。二位姑娘，请吧。来，哎，你看，这两个就是李渔的女徒弟乔姬、王姬两位姑娘吧？如今是姑苏剧社的台柱子啊！哎呀，到底是王永康有钱，你瞧瞧他们穿金戴银的。乔姬、王姬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大师兄，不许说话！回去，走，都给我进去！你这人怎么赖着不走啊？啊！乔姬、王姬，去你！请。李姑娘，你终于来了。洪大人严令下之，李香君哪敢不来啊？好好。所谓出水芙蓉，以老夫看来，说的就是李姑娘今天这个样子了。洪大人过奖了。来，坐。哎呦，洪大人，香君姐姐，乔姬，王姬。香君姑娘，你什么时候像乔姬、王姬一样加入我姑苏剧社啊？他们两个好像并没有加入姑苏剧社吧？哦，没有吗？哎，那你问问他们自己吧。香君
姐姐，师傅他还好吗？他已经离开苏州了。哎，瞧，这鲤鱼是在苏州混不下去了。幸亏你们离开鲤鱼戏班，改投我姑苏剧社，否则呀，就跟着那个鲤鱼去喝西北风吧。师傅他到底怎么样了？香菊姐姐，师傅他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李班主他很好，而且刚刚接下了10天10夜的大戏，戏金加倍。李姑娘，请。我不会喝酒，一杯清茶就好了。哎，此乃是洪大人的一番美意，李姑娘怎么好拒绝呢？对不起，我不喝酒。不喝酒？哼！想当年这秦淮河有几个姑娘不会喝酒啊？这里不是秦淮河，当年的秦淮河也轮不到你来倒酒。哟，照这么说，那这杯酒我还就倒定了。请王公子自重。香菊姐姐的酒还是由我来代喝吧。洪大人，我敬你。几时轮到你出头了？你要打就打我！你以为我不敢打你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不就是秦淮河上一个臭卖唱的吗？在这装什么贞烈女子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是看在洪大人的面子上，我姑爷。王永康，今天是洪大人做东请客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撒野。你对王姬和乔姬想打就打，你以为你凭着吴三桂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秦淮河上一个卖笑的，但是比起你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不知道要强多少倍。奉劝你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放肆！洪大人，告辞。李姑娘，你不能走啊！今天这桌酒席是洪某请你的，要走也不该是你走啊。听您的意思，您是要我走？曹大人，哎呀，您怎么忽然到这里来了？哎呀，洪大人请客嘛，我有事耽搁了。哎，二都统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格格我可是找到了，他就在武进，过一会儿我就赶到武进去。格格是个大富大贵之人，总能逢凶化吉呀。哦，对了，李将军可要跟我一块儿走，他要搭我们的船去武进。啊，李将军刚刚到。哦，曹大人，请。好。来者都是客，我不会让谁走的。但是有一条，谁要是让我洪某不开心，我也会有办法让他难受。请坐。姑爷，坐下吧。洪大人怎么可能对咱们下逐客令呢？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李班主要是知道了，不知道要多难受呢。我今晚就要走，会想办法带你们一起走的。香君姐姐，我们也很想师傅，可是我们现在怎么走啊？李姑娘，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啊？李姑娘，还有这2位姑娘，刚才王永康的举止欠妥，一会儿我让他给你们赔礼啊！你们回去坐吧啊！李姑娘，今天你不用喝酒，陪我喝杯茶行吧？曹大人到。哦，哎呀，洪大人有事耽搁，来迟了。哪里，曹大人是贵客，请。好，请。都来了啊，请坐。哎呀，曹大人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呢？哎呀，你看，这是洪大人请客，我岂能不来呢？啊！哎，你们怎么都看着？哎呀，这一桌丰盛的酒菜，吃啊，李姑娘，吃啊！啊，吃饱了咱们好走啊。
走？对呀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洪大人，鲤鱼戏班要在武进唱10天10夜的大戏呀，哪能缺了李姑娘呢？曹大人，你看这样，过几天我跟李姑娘一起去武进，那你就先走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李姑娘要跟我走，洪大人你也不好拦吧？李姑娘和李三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要不我们去看看吧？李姑娘说好了，一到熄灯时分我们就走。倘若她要是不来，就可能是坐曹喜的船了。我们还是在这儿等等她吧。啊！李姑娘要跟曹大人走，谁也不好阻拦。不过李姑娘不喜欢热闹，我看洪某还是跟李姑娘到后花园去品茶听琴吧。洪大人，你有这么多的客人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待会儿我还要搭曹大人的客船，我还是告辞了。李姑娘要走，也得陪我洪某喝杯茶再走吧。我相信李姑娘不会不赏这个脸吧。哎呀，洪大人，你这带着李姑娘独自去喝茶，把这么多客人扔在这儿，你说她能跟你去吗？曹大人错了，我和李姑娘志趣相投，都不喜欢喝酒，只喜欢在清雅安静的地方品茶听琴。我和李姑娘说几句话就回来，你们慢慢喝吧。曹大人要带李姑娘走，也不要这么急嘛。曹大人，我借洪大人的酒敬您一杯。李钦差，这杯酒是什么由头？为我们平息苏州城的这场风波，干一杯。这个由头好啊！啊，可是那个投毒的人还没有抓到啊，谅他也逃不到哪儿去。曹大人，请放心，我已经知道了此人的一些行踪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抓到他。好，这个投毒的人没有归案，就抓不到幕后主使啊。这大闹苏州府衙一案，咱们就没法向圣上交差了。李钦差，听说你带来一位高手，何时带到留园来见上一面呢？他正在忙着找投毒的人，洪大人要见他，带他查出幕后主使，再好好奖赏他也不迟啊。这位高手叫什么名字啊？